大家有冇試過憤怒呢？大家又認為憤怒呢樣嘢係咪可以控制嘅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大家好，我係阿科，歡迎翻到嚟每日一科。我呢個 channel 咧，每個禮拜咧都會講下一啲我嘅所見所聞啦，同埋分享一下我學到嘅知識。咁今日我哋講嘅話題呢，就係關於憤怒啦。咁唔知大家對於憤怒呢樣嘢有咩睇法呢？憤怒作為我哋人類一種好基礎嘅情緒，但卻有好多人咧係會俾憤怒咧所控制住。而今日我哋嘅影片咧，主要會談到3個內容。第一就係想講究竟憤怒係乜嘢嚟嘅呢？第二就係想探討究竟憤怒係咪可以控制嘅呢？最後就係要探討究竟憤怒係點樣可以幫助到我哋嘅人生，從中獲利。如果要探討憤怒係乜嘢嘅時候呢，首先我哋就要諗下究竟點解我哋會憤怒。而其實如果喺心理學裏邊呢，憤怒咧同不公平嘅嘢咧係息息相關，有密切嘅關係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咧，你哋每一次發嬲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係同一啲不公平嘅事件有關？最容易發嬲嘅情況，永遠都係你做咗一個行動，而你付出咗嘅行為係冇獲得到一個成正比嘅回報，你就好容易會產生負面情緒，亦都好容易會憤怒啦。例如你好努力咁工作，喺一間公司度拼命咗幾年，但公司永遠都唔加你人工，亦都唔幫你升職，你會唔會憤怒呢？當你好認真咁樣準備咗一份聖誕禮物俾你嘅另一半，但佢睇完之後只不過係冇反應，然後低頭繼續玩手機，咁你又會唔會憤怒呢？好多時候咧，憤怒咧都係來自於我哋做咗一個行動，但係外界冇給予我哋預期所想嘅回報，你就好容易會產生憤怒，因為咁樣會牽涉咗一啲是非嘅判斷。而當你所做嘅行為獲得唔到相對應嘅回報，或者對方外界所回應俾你嘅反應並非如你所價值所想呢，你就好容易會產生憤怒嘅。而呢個情況呢，係同心理學裏邊一個叫做期望理論 （expectancy theory） 同埋一個叫做 reward prediction error 獎賞預期誤差呢兩樣嘢咧息息相關嘅。咁當我哋淺層認識咗人點解會憤怒之後呢，我哋就要進入究竟人可唔可以控制自己嘅憤怒呢一個話題啦。咁其實人類呢係比起動物呢更加容易去控制憤怒噶，因為我哋大腦呢嘅一個部分叫做新皮質呢，其實係相對發育得比其他嘅動物呢係完善啲同埋多發育啲嘅。咁新皮質呢個物質呢，就係佈滿住喺我哋嘅腦部嘅外層啦，令到我哋呢可以更加有理智地咧可以控制情緒嘅。咁當然，如果我哋純粹係用生物學或者用科學嘅角度去睇呢，就可能會太過以偏概全啦。咁我哋的確係有一個例子呢，可以證明俾大家睇，憤怒係可以控制噶。咁我就會引用呢一個被討厭的勇氣嘅一個例子啦。咁個書裏邊呢，就有個例子啦，就話有一日呢，有個媽媽同個女鬧交啦，咁突然間電話響起啦，發現咗呢，原係個女嘅老師打嚟，就同佢傾下偈咁樣啦。咁呢個時候呢，媽媽就發現咗，咦，自己嘅語氣好似相對地比較太惡啦，所以呢，佢就同個老師即刻用翻個比較溫和啲嘅語氣講咗成個電話。咁當佢傾完電話之後呢，佢收線嗰下突然間意識到係啱啱我同個女鬧緊交嘅，所以佢就即刻轉翻一個憤怒嘅語氣呢，就同個女繼續鬧落去啦。喺呢個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呢，其實人呢係可以有自主嘅意識，同埋係有呢個能力呢去控制自己嘅情緒嘅。當你對住個女，你見到個女做咗一啲你唔中意嘅事，你會用憤怒嘅情緒去鬧佢。但當有一個第三者加入，甚至呢個第三者你係需要俾面佢嘅時候呢，你就可能會即刻轉換你嘅情緒、你嘅語氣噶咯。咁所以證明咗呢，其實根本呢，我哋係有能力去控制我哋嘅情緒，包括憤怒。咁書裏邊就好想強調呢，其實好多時候憤怒呢樣嘢呢，只不過係我哋用嚟去壓制人哋嘅一種工具。我哋只不過係想用一種簡單、直接、粗暴嘅方法，用怒火去威嚇我哋想要嘅對象，所以我哋先會利用到憤怒。其實我哋並非真係真心無法控制憤怒。當我哋理解到原來憤怒係可控嘅時候呢，我哋就要進入第3個話題，就係如何控制佢，同埋點樣可以從中獲利啦。咁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嘅心理學教授 Jordan Peterson 咧，就曾經咧喺一個座談會裏邊咧就講過一個佢對於憤怒嘅一個解決方法啦。咁佢就建議咧大家可以攞一個紙同埋筆咧去記低晒所有令到你憤怒嘅原因，然後你就會發現咧有一啲令到你憤怒嘅成因咧，其實佢係一件好雞毛蒜皮嘅事，其實你係可以自我克服嘅。咁呢個時候你就請你克服咗佢啦。咁當你查到晒一啲雞毛蒜皮嘅成因之後呢，你就可以開始問下你身邊嘅朋友，問下你身邊嘅人攞下意見，究竟你剩下落嚟會令你憤怒嘅原因，其實係咪真係咁值得憤怒呢？當你廣收大家嘅意見，有個相對客觀嘅分析之後呢，可能你就會發現有好多嘅憤怒呢，都只不過係你同人哋嘅價值觀有啲唔同，或者可能你有啲執着，於是你就會發現咗有啲嘢其實都可以改變嘅。
咁可能去到最後呢，你個 list 會剩低10%真係無法容忍嘅一啲憤怒嘅原因啦，然後你身邊人都可能會認同呢樣嘢的確係值得嬲嘅。咁其實呢個時候呢，你就可以反問一下，呢啲成因背後其實係暗示咗你想要啲乜嘢㗎。例如你其中一個成因係因為你每次翻到屋企都會見到你嘅伴侶不斷玩緊手機，而你冇辦法同佢有一個有效嘅交流，冇辦法同佢分享你嘅日常生活嘅瑣碎事呢，咁可能就會感到憤怒啦。而呢個憤怒嘅事件呢，其實就係暗示緊原來你想要同你伴侶有一個相處嘅時間啦。又或者如果你嘅小朋友打爛咗你嘅玻璃杯，咁可能你嘅憤怒位置係一，你好擔心佢會因為咁樣而受傷，要送佢入醫院；二，同時間你都會嘥好多時間要去清理現場，要去吸塵掃地，所以你亦都會覺得好攰。咁證明咗你想要嘅嘢就係你嘅小朋友嘅安全啦，同埋希望可以有一個俾自己休息嘅時間。當你利用咗憤怒去揾到自己想要嘅嘢嘅時候，下一步你需要做嘅就係理性去同你嘅對象講翻你想要啲乜嘢，從而去根源解決你嘅憤怒。例如你嘅伴侶成日玩手機，咁不如你揾一日正正經經同佢講，你有啲嘢想同佢傾，你想同佢可以每一日都有15分鐘嘅時間，唔需要望住手機同佢傾偈，可唔可以俾呢個時間你作出一個有效理性嘅談判？又或者小朋友未必真係會了解你講嘅道理，但係你都可以選擇靜下心來。當你打掃晒成個意外現場嘅時候，然後就可以同佢講，媽媽有啲想同你傾偈。於是就將你嘅擔心，希望佢唔好受傷，同埋你都會花好多時間要去收拾環境，去提醒佢下次小心啲。用呢個方法，你就可以理性地去解釋到俾小朋友聽，你點解憤怒，亦都可以同佢講到你想教佢啲乜嘢，希望佢下次預期嘅結果係乜嘢。當你能夠可以理性地利用憤怒揾到自己所需要嘅嘢，再進行一個有效嘅談判，其實都可以幫你建立一個理性嘅人設，令到身邊嘅人會更加願意同你去理性溝通，亦都願意講出你有啲咩好，亦都有啲咩壞。咁樣嘅話，佢哋唔會懼怕你，甚至會更加願意同你相處。最後獲益嘅其實都係你自己。所以希望大家下一次有憤怒嘅情緒嘅時候，都可以不妨諗一諗，點解你要憤怒呢？你憤怒背後其實係想要啲咩結果呢？有冇辦法可以同人理性溝通呢？當你做到嘅時候，話唔定憤怒唔係一個控制你嘅情緒，反而係俾你控制嘅一個工具呢。